来继续来看新北市长侯友宜讲，若是内地零检出这个地方自治条例，和中央来否决，将要采取着实现诉愿等等的行动。行政院长苏贞昌今仔日甲回呛，讲国家只有一个，唔通来造成着混乱。另外，这个台北市为了要因应内地每年元旦要来进口，将要伫个连锁的超商、超市、甲大卖场等等的通路来设立着无含来的专区。每年元旦就会使进口有莱克多巴胺的味道。台北市政府强调源头管理清楚标示，宣布台北市的连锁超商、超市、大卖场拢要标清楚，互民众会使家己选择。10年的1月1号开始，所有的通路商必须清楚标示不含莱克多巴胺的专区，不含就是未使用以及检验报告未检出。至于检出未超标，不可以放在这个区域里。有业者已经照市府的规范，进口商卖伫明年开始强制内地自主检验。进口商自主检验他没有做到的话是3到10万，进口商的那个罚则会比较重一点，因为他们毕竟是原厂。中央有可能会否决内地零检出地方自治条例，侯友宜讲到时有可能会实现和诉愿。国家就是一个，那食安是第一，那全国要同步，不能乱了套。我们现在注意到各地情形，也会最后有一个统一的规范。我关心的它不标示，不关心的硬是要标示，美数不等于来数，来数也不等于美数啊。那所以事实上，目前在行政院这个标示产地的方法是没有效的，我们都知道这个没有用，增加困扰而已。台北市长郭文婷嘛加入战场，甲炮火瞄向行政院，中央和地方想嘛无要让想，内地的争议恐惊阁会继续。